位佇安南區海電路這間家具店，雖然外觀看起來甲一般家具店無啥無同，毋過邊有一角卻設立了後備憲兵聯絡中心。身為後備憲兵，平時聯絡感情，甲着開講泡茶的好所在。新選出的第20屆安南後備憲兵的主任王慶信，嘛特別感謝學長家具店的頭家無償來播映，提供場所作為永久的聯絡中心。因為我們那個鄭正常學長在27年前哦，他算無償，然後借這個地方哦，讓我們成為我們安南後線聯絡中心的永久會址。哦，這是他對我們安南後線最大貢獻。那今天因為27年了哈，各方自製的那個憲兵公仔也是非常多。那所以說，我們有這個想法說啊，在這邊弄一個小地方，然後擺放一些憲兵公仔，讓大家知道說這27年來將近30年時間，然後我們就是公仔有那麼多，然後要特定讓它擺放在一個地方，然後供大家可以來啊，如果來這邊的話，可以看一下參觀一下這樣子。看到聯絡中心擺滿大大小小憲兵的公仔，大部分攏是家具店鄭正常的收藏。對上早民國86年，一尊忠貞的哨兵開始，20-30年來收集了超過100尊，大大小小有騎的，有鋼棒球、騎機車，甚至夜鷹部隊等，涵蓋各年代無同的指揮官所贈送，相當的特別。這一尊是現任的桃園憲兵隊長副朝任隊長贈予給我的，我也覺得蠻有一個留念的價值。穿了不容易，穿着軍裝的大禮服，然後我們看這個小小的公仔，是我們目前的夜鷹部隊特勤的他們的着裝、他們的裝備，然後再來是講到這個棒球，是一個原來高雄市那個和松協會理事長李理事長贈予我的，他覺得說我能擔此大任，所以特別他收集了幾個有棒球公仔，他特意留一尊贈予給我這樣子，然後也很高興能將這一部分的公仔來呈現於讓大家去了解一下。每一個憲兵的類型都不一樣，然後每次所演變的那個歷史有很多的嚴格，然後可以讓每個後線的學長可以當作一種留念。非常很高興這次可以把這些公仔可以介紹出來，讓大家認識一下。目前安南區這個聯絡中心，會用來講是台南市後備憲兵和松協會上有規模的據點。加上台灣退伍的憲兵這麼多，而且還是各行各業的佼佼者。平時除了工作，做伙的時還會用來支援政府的協勤。每人抱着一工憲兵、終身憲兵的理念，希望會用來促成憲兵公仔博物館設立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